嗨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傾一個非常重要嘅話題，就係社會工作者喺工作入面所承受嗰種睇唔見嘅壓力。其實呢樣嘢同每一個喺助人領域做嘢嘅人都息息相關㗎。我哋先由一個畫面開始想像，你可以將社工想像成一個深海嘅潛水員。你睇喺深海入面，四周圍都係巨大嘅水壓，係咪？要喺咁嘅環境生存，潛水員必須每分每秒都望實自己個標板，監察住自己嘅狀況。做社工其實都係一樣。咁呢種壓力呢，好多人可能會以為，咦，係咪淨係剛入行嘅學生或者比較新嘅社工先會遇到㗎？其實這是一個天大嘅誤會嚟㗎。講真嗰句，呢種好似深海咁嘅壓力，佢影響緊每一個同工，無論你係企喺最前線、經驗豐富嘅社工，甚至是帶領團隊嘅資深督導，都可能會感受到呢股壓力。無人係有絕對免疫力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一直講緊嘅壓力，到底係咩嚟呢？佢嘅學術名稱叫做次級創傷壓力，英文簡稱 STS。為咗等大家更加容易理解，我哋可以用一個真實嘅事件，好似大埔工業村那場火災，嚟睇下呢種壓力係點樣形成嘅。你睇，好似呢類咁重大嘅災難，本身已經製造咗一個充滿創傷嘅環境，但更關鍵嘅係，後來嘅調查發現，呢件事好大程度上係涉及人為疏忽。你知道這意味着啲咩嗎？這會直接動搖咗大家對安全嘅根本信任感，亦都令到所有助人工作者更加容易暴露喺呢種次級創傷嘅風險之下。所以重點嚟啦，所謂嘅次級創傷壓力，佢唔係你個人有問題，佢係一種已經被公認嘅職業災害，即係話，當你因為工作不斷去接觸、去聆聽其他人嘅創傷故事嗰陣，你自己亦都會間接感受到影響。咁，當我哋俾這種壓力籠罩住嗰陣，會發生咩事呢？通常會有兩種非常極端，但都好值得我哋留意嘅反應出現。呢兩種反應好有趣，係完全相反嘅。一方面，有啲人會變到過度投入，即係對服務對象產生過度嘅認同感，甚至連專業嘅界線都模糊晒。咁樣落去，好容易會做到殘，好揭斜線 burnout。而另一方面呢，有啲人會變到抽離，表現得好似好冷漠，好有距離感咁。其實這係一種逃避，一種保護自己嘅方式嚟㗎。我哋可以透過呢個表睇得更清楚。你睇，無論係邊一種反應，背後都有你需要去反思嘅問題。譬如話，如果你係過度投入嗰邊，你就要問下自己，我而家做緊嘅嘢，到底係為咗案主好，定係為咗滿足我自己某啲心理需要呢？而且有一點非常非常重要，呢種心理上嘅壓力，往往唔係直接用情緒表現出嚟，反而係透過我哋嘅身體同我哋說話。呢個過程，我哋叫做軀體化。呢樣嘢喺香港嘅文化入面其實好常見，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呢啲身體發出嘅警號。譬如話，你係咪成日覺得好攰、筋疲力竭，或者瞓覺一直被打斷，成日頭痛？呢啲可能都係你個身體同你講緊，喂，你心理上嘅壓力已經太大啦。好啦，既然我哋知道咗問題係點樣，咁應該點做呢？接下來我哋就嚟講下，面對呢種深海壓力，我哋需要準備邊啲專業嘅生存工具。喺呢個生存工具包入面，最核心亦都係最重要嘅工具，就係一個觀念嘅轉變。你要知道，自我照顧唔係一件奢侈品，亦都唔係話得閒先做，佢係一個專業倫理嘅要求嚟，係你維持專業能力最基本嘅條件。咁具體嚟講，要點樣實踐呢？呢度有一個好正嘅框架，叫做倫理功課。你可以將佢想象成一種刻意練習，有意識咁去將自己培養成一個更好嘅助人工作者。呢個倫理功課主要有3個部分。第一係情緒功課，就係學習去管理自己各種情緒，好似同理心或者內疚感。第二係角色功課，要不斷去思考，去釐清自己嘅專業角色同界線喺邊度。最後係框架功課，即係要將眼光拉遠啲，將案主嘅創傷放喺更大嘅社會脈絡下面去睇。其實要做好呢啲功課，都源於一個好根本嘅問題。你要問下自己，我嘅個人價值觀同我而家扮演緊嘅專業角色，這兩者之間有冇衝突呢？誠實咁面對這個問題，係提升自我覺察嘅第一步。不過請記住，喺呢片深海入面，
你唔係孤單一個嘅，你有一條非常重要嘅生命線，嗰個就係諮詢同督導。無論遇到咩困難，千祈唔好自己一個死頂，一定要去揾你嘅同事、你嘅督導傾下。佢哋唔單止係嚟指導你工作，更加係嚟支持你、陪伴你成長嘅。講咗咁多，如果我哋真係能夠好好運用呢啲工具，成功咁管理好這股深海壓力，安全咁浮出水面，咁會係一個點樣嘅境界呢？呢度有一個好靚嘅概念，叫做負傷的治療者 （Wounded Healer）。佢嘅意思係，身為一個助人工作者，你自己嘅傷痕、你嘅脆弱，其實唔需要隱藏。當你願意去正視佢、處理佢，呢啲經歷反而會轉化成你最強大嘅力量，令你能夠更深刻咁去同理，去療癒你嘅服務對象。所以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俾大家：當你繼續喺呢片深海入面前行，從事這份非常重要嘅工作嗰陣，除咗我哋今日提到嘅呢啲之外，你覺得你自己嗰個專業生存工具包入面，仲需要放啲咩落去，先可以確保自己每一次都能夠安安全全咁浮返上水面呢？